啊，定係formula 嗰啲咧？咁其實好多 research 啊，好多嘅一啲醫療所有嘢都係話呢個胃部母乳係會好過 formula，因為佢本身係一個 natural ingredient 啦。咁同埋佢哋好多嘢都係可以防疫嗰個抗體嘅，咁變咗其實嗰個好處係大過其他即係 formula 嘅 benefit 都好多。要進行全母乳餵哺，需要每日餵大約8至9次，頻率較奶粉更多。作為全職媽咪，要堅持並唔容易。佢到處揾處所泵奶，同時要玩雪櫃同隨時帶備冰袋，用於雪藏保存母乳。揾場地係好難揾到，即係尤其是我發覺其實冇乜嘢可，我去過咁多餐廳啦，其實冇乜地方，除咗廁所之外咧，其實佢冇地方俾你餵哺母乳嘅，我去嘅地方。咁你如果喺商場都可能有啲 breastfeeding 嘅房，咁但係大部分其實我因為有工作嘅原因，我唔會去過，好難去到，即係次次都會走去揾個商場去泵奶咯。咁我自己嘅話，我就真係要揾朋友嘅公司啊，或者一啲地方係 private 嘅地方，即係俾我去泵奶。幸有朋友嘅支持，加上丈夫身體力行嘅支援，甚至參加通乳課程，協助妻子按摩通乳，先可以令佢能夠堅持落去。不過並唔係所有嘅媽媽都能夠好似 Annie 一樣咁堅持餵哺母乳。根據衛生署數據，全港母乳餵哺率近年嚟逐漸下跌，由2021年高峰嘅88.2%下跌至去年嘅80.9%。前食物